先卡去，要切卡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到瞭望山开展防火勤务任务。为这个圆满完成这次防火勤务任务，在此提2点要求：一，在开进过程中，各驾驶员认真履职尽责，确保开进全程安全；二，在巡护过程中，如遇突发火情，立即成立战斗小组，及时处置；三，对木上同志要进行帮带，确保全程安全圆满。以上要求，同志们，什么记住？是。各组等着，向左走，等着。好，走。出发。哦，这个雾这么大，雾对，因为这边湿气大嘛，全是植被啊这些的。哦，平常上山的时候没有那么大雾，有雨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大雾了。对，这真的是进深山老林了。就我们好多时候都是，比如说春节、11、5一的假期的这种人员他会密集的上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森林里边还有一些景区去执勤，防止他们把火源带到山里边引发火灾。哦，因为你看现在它植被都很好啊，现在都比较绿了，对，但是它下边全是那个枯枝落叶。我看到了，有那个枯木那种。对，它腐殖层厚的可以有那么高啊，天气干燥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着火。对，看着上面是绿油油的，觉得好像水分挺多，但其实下边都是那个腐殖层。南方一般防火期都是每年的这个12月到第2年的6月嘛，就这个时候其实是，森林里边可燃物特别多，然后长期的这种干旱不下雨，所以到访期以后，我们经常都会去林区里边，比如说去勘察一下这个经常发生森林火灾地区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去看一下我们在这个高山的这个转信台的一些运行情况，然后顺便就可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森林资源的这个情况。你看，我们像之前去森林里边打火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是像这样灌木很深，就陈班长他们就只能先拿油锯和那个砍刀，先给把路开出来，然后走一步砍一步，走一步砍一步，这么的去往这个火场上开进。哦，到了。向右转，右后转，西坡走。